台湾话艺术水阁好，国情解说两句互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，是在讲剃头，讲剃头说剃头。万般技艺，第一要紧就是要认真。装塔理发学问是真深。毋则有一句俗语话，真正咧讲人啦，头毛剃落就精彩。讲一日剃头，3日缘投。国情嘛知，有真侪咱遮的观众朋友讲到剃头，哇，气曲足侪。有的人讲吼，我要考试进前无爱剃头；有的人讲我若要跋巧进前无爱剃头。实在讲啦，剃头是好代志。你若会晓装塔，会晓甲你整理好看，这理发师工艺是真深呢。毋则即句一日剃头，3日缘投，满世界逐所在都有底去听。毋过讲到剃头吼，俗语话讲起来嘛咧批论人生的经历。你想讲有另外一句，原来咧讲剃头，毋过伊上毋是讲一日剃头，伊是讲一个剃头。一个剃头安怎样？一个剃头，搁一个变现，这要安怎样解说？煞毋知讲剃头师傅，若要剃到你的耳孔的时阵，小可闪一下，加头小可掠一个浪芳，就交会行咧。另外边仔搁徛一个变现，安尼敢有通？无怪啦，即句俗语话正就是咧讲吼，咱人有足侪迄落多处一举，即个工课都毋免加做的，你煞着爱补甲呢，大家遮尔无用。你一个人做就好啊，总无讲一个剃头，搁一个变现，吼，好甲讲规家口啊，为着你一个，安尼无用甲大粒汗、细粒汗，这加做的啦，毋免遮费气，毋免补甲遮复杂啦。毋则即句讲一个剃头，一个变现。你讲伊一个剃头，一个变现，伊原来还甲你用呢？伊讲吼，你无了解啦，无了解安怎？无了解讲吼，我本身嘛拄学尔啦。虽然一个剃头，一个变现，这也毋是我要爱，这嘛真无奈啦。因为我是毋捌剃头，去当着好手的啦。当然吼，这两句俗语话，意思是无相共，是国情啊。硬甲捡来斗做伙，袂输敢若用对答的方式来表演。啥总毋捌剃头，当着好手的，所以毋知讲头一摆剃头师傅出师要出来共剃头，结果坐落去剃头椅啊，迄个煞好手啦。平平讲要剃头，你若讲无流喙手的要剃，毋着真简单。看到好手的，你袂惊，伊煞先惊啦。伊讲毋捌剃头，当着好手的。即句的解说意思真简单，就是讲我就毋捌。我毋捌去做着即项工课，结果吼头一回煞去当着即个特别复杂的过程，毋捌做着即项工课无要紧呢。真正讲头一步互你去做，普遍得的无互你做啦。头一档就互你担的，头一档就互你担迄个足复杂的，毋则讲毋捌剃头去当着好手的，这拢是民间的流传，甲剃头有牵连的俗语话。